无开哟，高速我的心脏，老热大擂台，老热向下来啊！哇！经过上礼拜、按多礼拜淘汰赛以后啊，下礼拜迄样的铁集团的1对1的 PK 赛，哎呦，轻松出去了，等我看哦。嘿，一点点输的话就会顶慢你养哎。这到 FIFA。PK 的，哎，那你的脑袋还是正常的。看谁运气好啊！你如果运气好的话，你可能抽到的这个对手就比较弱一点。哦，可是你运气不好，你就抽到对手比较强，你就挂了。可是这一组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都很厉害啊，很厉害哈！这都不希望大家离开，嘿，真的。对。俺先介绍一下评分欣赏。一下小欣赏，七这位欣赏，六这位欣赏，五这位欣赏。不要做嘛干嘛？俺弟啊，演全部企业碟做嘛给啊？按多做按根本就对啊，而且有一个哦，好高好帅哦。这个真的是以后不输5月天的天团了，我跟你讲。跟阿突然的客家没有动员演，其他的本身没客家字体啊。而且会创作。会创作。今天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来欢迎 HTJ。竟然牙讲十九世，初选来台，都生发，用的你家己心眼，阵阵太开，甲故乡。就咱送白来到合作，阿公班机合法都唔会讲，无伴无空无见无，三万大饼亲落色，甲壁临十拄来上车。故乡，该为何爱的故乡？故乡，我的故乡，我也是客家人，做客他乡的人。阿公客话常常讲，阿爸土亲客家妹，落地三更三推人，愛姓阿公客家書。送白來到合作，阿公班機客法都唔會講，無望無講無見物，三萬大病親落色，甲壁拼殺都來上車。故鄉，我為何
哎，欢迎，还有一位嘛，哇哦，自我介绍一下。对呀，呀好不好？从你那边来，从你好，大家好，我是鼓手立中。我是贝手阿斯，是我是主唱世堂，我是吉他手冠浩。哦这刚 HTZ 刚听到真的啊，HTC 呀 TZ 啦，喂好，HTJ J，哦，对呀，为什为什么有这个？么想要取这个，对不对？哎，为什么就很好奇 HTC 这个哎对啊世界有名的嘞？哦，就 HTJ，它是那个电影《九品芝麻官》啊，周星驰，对的英文片名，是的它叫做 Hail the Judge，它的缩写就叫 HTJ。哎，帅哥在这里保持一下形象好不好？给我剪掉。你也是天后级的人物啊，你真的。不过四位跟客家有什么渊源吗？我是客家人，哈赶紧了，对，我讲好。比较会听，讲的话就是一点点哦，讲的2266就对对了。 ，2266。好，那你呢？我没有关系。他们啦，主要是他们。什么东西你没有关系？对我比较没有什么渊源。就是你就非客家人就对了。非客家人，哦，完全不是哈赶紧。不是。所以来凑热闹的，哎，可以这样讲。凑人数。OK，那主唱呢？我阿公是新竹人，然后阿哦，真的啊，婆是阿公有兴趣哦，这就我有兴趣听了。对，但是我也是哎，No 哥，哎，No 哥，哎，不要这样子，有时候在家待闷了。好好说，好好说。好就挨要讲一系列客家话，哎呦，哎呀一系列，然後要糖一系列。哎呀，很赞，很赞，很赞。 OK，冠浩。我爷爷是客家人，哦，真的吗？花莲哦吼玉里。哦，但是是对呀，中马给我刚刚有听到一首客家歌啊。是立中的爸爸写对，的，是我和我爸爸一起创作的，是就是我爸爸写词，然后我写曲。哇，你爸也是音乐人呢，哦，他就是刚好就是有感而发这样。诗人。他是素人。就是平常在家，然后素人啊，素人。对哦，就是有兴趣，有感而发。对，刚好就是他把他的一些心境写下来。那大概是什么意思？这首歌刚刚那首歌它叫做《外省阿公客家孙》，我省阿公客家孙。那他就是在我爸爸就是从我的角度去写，就是我爷爷的故事这样子。因为我爷爷是外省人，然后他是19岁之后来到台湾，然后就因为战争，他就再也回不去了这样。对。不过现在你的这个在这么不景气的这个状况下，但他们音乐人就是对音乐有憧憬、热爱。然后就发了个人的专辑啊，对，这是我们乐团第一张 EP，然后叫《这就是爱》，所以大家多多支持了哈，多多支持这个团体。好，但我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是由我们徐哲伟老师所推荐，对，谢谢哲伟，谢谢。我们请哲伟老师，你是怎么样他曾经也是天团啊，所以他很注意这种同班同学，对，没有，因为我可以讲一点客家话，你们听得懂吗？啊，因为他先上我电台节目，然后其实张世堂他之前在很知名的选秀里面，我就注意到他了，他真的很会唱歌，你知道吗？他在媒体被封为台版的贾斯汀哦。他很厉害，谢谢，对，他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印象中他们有参加过那个原创比赛，就刚刚那首歌嘛。好，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来上福气来了？我还发现他们现场功力真的太厉害。来之后，我们一定要上这个客家收视率最好的闹热打擂台。其实我来之后其实音乐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有更多人听到我们客家子弟的好声音、好创作，所以我就二话不说，怎么样都要让他们来。
然后刚刚我想大家都听到他们现场的实力，是现场哦，我觉得很棒，而且很好就像罗阿哥说的，现在做唱片真的非常的辛苦，然后不就是为了要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创作，听到他们这好的声音，而且我们那么多的乐团，现在乐团在台湾很蓬勃发展，我很少看到蓝调节奏的乐团，他们是我第一个喜欢上的蓝调节奏乐团。哇，对，很棒。谢谢。至少他们比狮子乐团还对，多一个人。不要再把我们推到不要，我们一直被推到坑狮子乐团才3个人，他们有4个人。啊，对，好棒哦！所以我就谢谢就希望你们专辑让很多客家乡亲也喜欢，然后你看他们的客家歌可以做的那么好，我想不管是客家或非客家的，都希望这个乐团都受到大家喜欢。哎，谢谢哲伟老师介绍这么棒的一个团体，谢谢也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有你们真好。他甲底下亲后面莫转台哦，哈，亲后面今日喊我带了一条董后堂的歌曲，好，哎呀，好，莫转台哦，安子谢谢，多多支持他们哦。PK 水比赛规则，参赛者2杀1组进行 PK， 分数较大也希望达到88分的人强势淘汰。黑公票分就由评审先生开飞款10000元。抽签了，恐怖箱来了，来，出一下。用我的幸运之手抽出 TV。哎呦，他出到亚米很慢嘢，慢年，姜伟忠。哦，分享姜先生嚟到人哋舞台當中。你好，哎呀，你好，姜太哥你好，哦，太哥，誒，佢簽開保養啊，保養又跟嚟係年頭啊，嗬。係喲。係啊，姜哥喺杜康呢，我感到。人氣啊，感到啊，我抽唔好。唔簽姜出到乜嘢啊？個幾個當姜。乜嘢？後生嘅。來後生嘅。哦。對。哦，較老都唔驚，睇到廖片成啊嗰啲。人女子唔驚嘅。佢未驚哦，因為驚哦，我驚啲啊。哦，安尼看人嘅運氣咯，嗬。乜嘢？廖片成。哦，我們先跟波波背一下。哎，品成好，大家好。你好，你好。那你被那個阿鐘大哥抽到。阿刁。對。好榮幸，我榮幸。榮幸。啊，佢家要講後生嘅較強，年紀較大嘅較冇強。嚇佢下。唔做下功德咩？做功德，講錯。阿鐘哥帶咗乜歌？有相機。有相機，嗬。阿品成姐姐咧。心肝卜卜表。哦來，兩條都當我唱，來彈翻啦嚇，來。在花盆跌落去，唱的感情水提，老歌交情意下酒，今日老人開腔甜。相依，南門屁股又相依。風吹花盆跌落去。唱的感情水提，老歌交情意下酒，今日老人開腔甜，也來人唱述故事。
相依。看唔出你橋帶啊！他是可爱的啦。是啊。我配合老哥哥喺邊度？哎呀，封建。来，给心肝肚有一口甜呢。你会怕抽到谁吗？就比较不想要抽到。闺蜜手送手哈，为了这张钱，可能是美女是吗？大家好，我们是 STJ。12月18号在西门大河岸，下午有我们的专场，这就是爱的演唱会。希望喜欢我们音乐的朋友都一起可以过来共襄盛举，一定要来哦！有进步吗？哦，好活泼啊！哇，你咪看唔出你橋帶啊！他是可爱的啦，是啊，你弄会可爱的，弄狗年不是，我配合老哥哥喺邊度？你要封建。我们家冲多那评审老师心花怒放啊！哦，对哦，而且今天又是4个都是男生呐。哎呀，哇，这看到人家师傅因在摇啊摇啊！哎，两边表现冇空用，一个是静态的，哎，静态啊，很稳定。对，哎，一个就是蹦蹦跳跳啊，摇拍哈。有鸡鸡的那种。哎呀，看到最粉现在是叶嘉修老师。叶嘉修老师，哇，从头到尾眼睛没有离开过你的屁股。突然间有，哎，那是你看啦，没有啦。你都看唔到叫佢我。以往係看見啊，從頭到尾啊，你拿得嚯，搖到那個看到那。觀眾朋友突然發現葉嘉修老師在這個時刻有雙眼皮，眼睛特別大。對。哎。葉小魚尾紋都不見了。哎呦。音樂一結束又皺回來了。
那他现在感想一定很深哈。来，有请叶嘉修老师讲评。非常过哦。你好，你讲好了嘛？好，好了。所以今天你根本哦，我嘅感觉啦，是就都较失去对啦。因为他唱的歌，他是讲海陆的，那这首歌因为是视线的，所以在表达情感的部分的时候，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比较难掌握。像刚刚啊，罗哥你们就讲嘛，所以就讲他比较四平八稳，稳定啊，对啊。唱歌的时候嘛，所以感觉上的情感，唱N 给感情给 V， 唱 N 给感情，它有一个飘起来的那个音，你就没有把它掌握得很好。唱 N 感情水天音，然后就这个目镜并没有让它拉长，然后口型没有变化，好，你是请大松的所在，嘿。但是到最后你发现了，可是你忘记你把音那个溜上吉那个溜上吉的那个吉拉得很长，可是你的嘴巴都没有动，因为你没有动呢，它就音准就跑掉了，所以这是有点小可惜的地方啊。那个品成哈，他今天很棒的地方是从头到尾那个节奏感很好，从适合他。嘿，对，那小的地方呢也是一样有一个小毛病，所以其实跟魏忠其实就是音准张木吉多，但是有一点就是品成在表达唱歌刚刚的那个，他根本从头开始，从第一句开始他就让你告诉你说，爱出的本意嘅心肝啵啵表出安慰的，对，用这种心态来唱歌，这就是莫京东，就是感觉上他就比较跳脱。今天两位表现都很好，那个魏忠也不要觉得说有什么，我只是在根据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只是歌曲上，因为语调的不同，所以在掌握的程度上比较吃亏一点点而已，这样好不好？好，谢谢。搞不好其他老师有没有听到方法喽？我想要请问，偶像有被这个爆到吗？没有。嗱，嗰名叫嚇，看佢表演咩成功啵啵表。佢唔單止成功，佢身體咩啵啵表啊。好啦，嚟做講兩三個優點啦嚇，簡單講，呢種嗰個嚇，你唱歌四平八穩，非常舞台嘅一個台風非常穩嚇。就唱歌嚟講咧，有部分讓評審姐姐一些你是一個很好的歌手在舞台上面，但是如果舞台呢，其實要唱歌，另外也有部分以外呢，也係比賽嘛，當然唱歌是你最重要嘅。假使講你在唱歌，你唱歌也安穩嘅，冇問題嘅。你再去講你的特色單歌，或者講動作上面改起來，不要只是這樣很直的站在那邊唱歌。以前今年唱歌也然後我們設計一些動作，讓肢體豐富一點，畫面擴寬一些，因為這個是搶分的技巧啊，哈，不能嘅建議。好，品成姐姐給優點就是在你給me我的感覺了哈，你是一個非常棒的表演者，那可是就是你今天在歌上面有那麼一點點的不是很穩，不管音準也好，然後你的拍子上面都有小小的不是那麼恰當哈，我一直懂欣賞你在舞台上這個唱作俱佳哈，那你要繼續往這個方向去發展，掌握自己的優點。第一個自己的優點在哪裡，往那個地方去好好的發展它。那基本上我給兩個分數是不相上下啦。那我希望你們最好都不要離開，可是比賽就會按的哈。那我還是要鼓勵，用一句話鼓勵你們，就講加油，不管這個舞台你們可以站多久，能夠加油的人才會精進，好嗎？兩位都很棒，謝謝，好，謝謝。喺度開下分數啦，好嘛？用呢種嘅分數。89分，那分數還好呢，係啊，及格邊緣。來看另外一位來。劉品成嘅分數。謝謝。1
恭喜恭喜！谢谢大哥，你的运气还冇，哎呀，出多几没办法了啊。下一次要过来哈，下一次你就走2片，啊，葱也是狗味。系咪？唔做嚟包餅，唔做嚟啊！我周末有个呢，不同的效果，复活没冇一点，哦，败部复活。好，好，排谢，两位先休息一下，谢谢你们。回座休息。好，来同步相抵啊！来了，我来抽了。好，来，看抽到满人，哎，冇按太低啦，那个角度。唔會啦，要注意羅年齡。哦，哎呀，我一般没懂我有。年齡小妹妹。又来一个球带，你会怕抽到谁吗？应该不会吧？就比较不想要抽到雨乔啦，雨乔就是蛮强，他真的蛮强，他蛮厉害的，加上因为我们两个感情很好，啊，希望我们都可以留下来。你要快点抽。墨菲定律，好来，看没抽到赖雨乔来。可能是买嘅，是吗？赖雨乔。赖雨乔，哎呦，不怎么，哎，这一段很可怕哎。哎呦，你已经很可怕了，你还抽一个可怕的来。啊，两位好朋友，哎呀，竟然你看老天爷会这样安排哈，必要来出斗哈，这个怎么办啊？就看谁会忘词。看你们两个谁要让谁了，好不好？哦，还是不要让。会不会有同分的问题啊？有同分的问题。哎，有同分。哦，那同分就要超过88分以上，两个都可以留下来哦。没有，好像马上要决定谁留下来。真的吗？对。都来不及给相亲参与。说的对。叶老师，既然如果我说了算的话，对，那就2个都唱到满分的时候都留下来，这样。哦，好，两个人要唱到满分，加油了，好吗？那叶玲呢？唱吗？唱什么歌？我爱唱钟一蕊将将嘅法。哦，哎呀，跳舞喺野味哦。哦，但要蛮我有哦哈。雨乔呢？送孟浩然之广陵。啊？小妈妈还是小妈仔？送孟浩然之广陵。哎，唐诗哦，来。用音係嚟嗎？係啊，來彈開啦。心肝肚有意求天的，也准许不知几多年的。闺蜜相送相下，为了去赚钱，安用公益主张人生的自由。来个心肝肚有意求天，也准许不知几多年的。闺蜜各送各下，所措很连连。爸爸的功劳风眼从天边天来向，一滴滴泪，一滴滴泪，老记中转来，一滴滴泪，老记中转来，一滴滴泪，一滴滴泪，老记中转来，一滴滴泪，老记中转来，总一蕊将将嘅花，心肝地肚痛落。南风那吹来呀，心松松啊，关起嘛甲烂烂一条叉，种一条葱葱的瓜，心肝地肚三个金饼啊，三个那唔错那送唔开那，一条一条十分你来他，嘿，种一蕊长长的。
过人冲人送不回人，一条一条十分落汤，一条一条十分落汤，一条一条三个分米汤。你为什么现在叫红配绿了？这是红花，这是绿色是它的那个梗，所以我是一朵美丽的花。我就不会嘞，他一唱歌就是就扫声哈。好特别哦。这是哈嘎狗底部有要说狗哎。谢宇威老师他有做了一张专辑，里面就是把一些早期的这一些唐诗啊，把它重新诠释，然后写了一些曲。爵士唐诗的专辑啊，所以这首也是其中的一首。李白听说也是客家人啊。有很多名人都是真的都是客家人。早这个那个时代，所以他写的这一些唐诗啊，这一些唐诗用客家话来念，意义又不一样，都有押韵。可是我比较好奇，刚刚这首歌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李白他就是要把孟浩然他的好朋友，对对对，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就不像现在要通讯很方便，对，故人西辞黄鹤楼，对，就是当他烟花3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还好你帮我接，要不然我忘了。唯见长江天际流，就是那种景色啊，就是海啊、水啊，都像你的心一样这样子澎湃的，跟他道别的感觉。所以也用客家话念的话就讲，故人西辞黄鹤楼，故人西辞黄鹤楼哈，来，烟花三月下扬州。烟花3月下扬州，下扬州没有押韵，再来。没有押韵吗？
楼跟竹有怎么有押韵啊？跟竹，楼有啊。柳竹有啊，有一点。有啦，以前那个老师国文课有教。那你意思是说他的国课老师都没教他？他毕业比较久，比较资深。他念的都不知道是哪一种，各国的不一样的，念出来跟人家特别不一样。我没有念书好不好？啊，你不需要。我们忽略了他了，怎么办？他刚刚在那边跳得很散茫呢，哈，我觉得你真的最近怪怪的。你有吗？对。我吗？对啊。我知道。没有吧？有。等一下，你为什么现在叫红配绿了？哎呦哈。因为那个这是红花哦，这是红花，这是绿色是它的那个梗。然后下面黑色，因为没有咖啡色，就是黑色，就变成它的那个根，所以我是一朵美丽的花。刚刚的恐怖箱哎！你想帮我放回去吗？这年头的小孩子真的还蛮敢说话。对啊，这年头的人这个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其实这点就不需要跟我看齐了。对，哇，没有啦，可是站在你旁边就是绿叶。我知道。也是绿叶。好了。这个两个真的不相上下哈，这个怎么办？我看老师也伤脑筋了。那个荨麻疹的哲威老师讲一下。我最强的是很爱公平哈，这一组真的好，因为抽到的时候其实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好想要看他们 PK 哦，忧的是我不知道要选择，对，因为我两个都是我很喜欢的选手。如果是6强的时候，他们两个 PK， 那就好看了，对不对？会更好看哦。但是我必须要骂一下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娘的太明显了啦，因为两个就各有胜出的地方，但是今天也有出错的地方，是我觉得你们很不应该的。那真的讲叶玲哈。我们每次都说你要 key 呀，太低哎！你今天这首歌 key 还是太低了，你前面就扯着嗓子在唱了，然后 key 低，因为其实我每一次都在讲说，冲低音的时间其实很难，因为给他 key 要懂久。那加上我觉得你气应该要很足啊，还是因为减肥的关系，所以你现在气很不足呢。然后到这首歌再加上小Ken老师编曲之后，你其实要运用的那个力度哈，还有节奏感要更好。所以你在追每一篇那个副歌的时间，你说糖都给他 key 冇嘞，给他音准就因为给他 key 走太嘞。走一条匆匆的歌，尽管地路山高顶顶啊。那我喜欢你的地方，是因为可能你学表演，讲故事的能力懂好，你嘛，不管你的表情，不管你的肢体，看起来、躺起来都懂吃眼，跟雨乔是一样的哦。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一组 PK 太精彩了，就在自然度上面，你们必须要让我们听到你们的细腻度。好不好？你很难记得，我觉得你 key 定太低了，你下次要注意一下，问一下小Ken老师，要讲有一个欣赏。看一下你大概 talk 过的时间，你要 key 要听到那 V 最后堂，你才可以 handle 住。我觉得你走这个路线是对的。我觉得你也让我听到某 Q 因为综艺里讲的法，好啦，就是一朵很漂亮的花，好不好？谢谢老师。然后过来我就要讲巧巧也是资优生，所以我对你们两个的要求是一样的严格。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你很适合，我跟罗老师说，你懂事，他冲俩懂欺负那狗 Q 哈，然后你也很会说故事，你有时候一个眼神，你的一个音，即使只是哈而已，我都可以感觉我在前面望着山了，我就要送我的朋友走，那个感觉是很好的。可是你给me掏两束狗 Q， 不要以为很简单，你在转调的地方，老师忙转头看我说对，走掉了，而且偏到别的地方去了啊。然后呢，我觉得你还是在客家讲发尤其是后面有那个口白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标准，而且不标准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但是你那个韵味跑掉了，跟你唱歌是不一样的。古言习词往好了，要有点念那个
你知道诗词的感觉，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扣了一些分数，念的地方有点破坏了整个感觉。那基本上2个人都有好有坏，就看其他老师的分数了，加油，好不好？那像尤老师第一次现场听他们2个唱哈，哎呀，有乜个感受？吓得耳机都快丢在旁边。这2位亮闪哈实力都懂好哈，但是有的啊，真的都很有特色哈。那但是给不差不多表现出60分了哈，亮闪都60分了。啊，岳林哈，你要注意哈，你用那个气音，你用那个身体肢体语言去带动你的身体相关的这个胸腔器，还有内收音这个丹田气在走的时候，你别忘记，你的丹田从头到尾都没有撑住。也就告诉你，从头到尾都是用胸腔压气在喉音，在我们耳机里面呢，所有音都是断的。第二个，你推到后面第2拍的时候，每一句的第2拍的尾音全部都是断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你要更花时间，你把所有声音就往外推。听一点哦，你在做律动的时间有没有好？你撑不住，我就告诉你，所以为什么你要降 key？ 你要降 key 就是你头肌举起来，你刚刚定的是基本是男 key 再升半音而已。你已经降了大概3到4个半音呢，基本上对狗数来讲啊，不是声音不好的情况下，这只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头肌取巧，然后压中低频，啊，然后雨乔今天表现的哈，比我们那个岳林哈还要更差哈。我们讲自由声哈，第1拜糖豆嘛，你的水准是24分的，我给你的水准是24分，第1段唱完之后，第2段唱完之后剩下22分。第3段唱我再打可能要22分以下了，但第3段你有拉回来，也就是讲，就你是一个基本上很有脑袋的歌手，你有很有脑袋歌手，你有很想法的歌手，基本上啊呜这2个句唱完之后，你就告诉你就是一个参赛的歌手，职业的水准的，你知道吗？但是你后面的表现却是60分。第一个，你故意压喉音，把声音压得很重，对不对？表现嘛。第2个，你 key 降得很低。第3个。第2段的时候 key 整个大跑调，还好你第3段有拉回来，要不然你今天得20分，我愿意给你，只能给20分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可能要再处理一下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是不管你现在面对谁，你在这个舞台上面哈，你对你那个唱歌的心态，今天处理这首歌，事实上我们就歌手的一个角度来讲是只有拿6成的功力，而且是比较有一点带着很幽默、很轻松的角度去把它唱完，并不是做一个比赛的一个声音表情跟认真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要思考未来你将来在唱客家或是唱歌曲在参赛的过程当中，这个你自己面对这个角色扮演，可能就像刚才我听到那个也是新歌手，他给我的眼神跟你的眼神是天壤之别。但是你是我们参赛者，我们下次还要再见面。如果有留下来的话，我希望你跟大家说，你真给那实力来，好，然后每一次都是一步一脚印的累积。申梦，谢谢。好，安子生，哇，刘老师很语重心长的讲。是。好，来，都带迄雨乔我养，也迄岳林我养，还黑亮啥？穷哈里哈先抱一下啊！你们要不要抱着看啊？来，先来看，抱着哭。罗亚林的分数。90分，90分，好高啊！90分对你们来讲，对你们来讲非常不高，等于是满分100分，你们只有得到59分。人家都实力应该94分以上的呀。对，哎，来了，再来看一下赖一克的分数。91分呢？91，娘哎！哇，怎么办？但我觉得这个画面，我觉得好可惜哦，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看到他们2个人同时进。对啊，然后我以后也没办法看到水桶在摇了。참스失败，唔係願叫嘅失敗，好唔好？好，排 C 哦。牵着手下去好了。谢谢大家，谢谢老师。好。再也不能看到水桶在摇。就剩2位啦，来，
你就楚坤是慢你看谁先唱了哈，慢先唱。哎呀，眼力真哦，啊，林某一比停住的林慈婷哦，林慈婷哦。好了，分享2位来到舞台当中，来，2位好哈。你好，慈婷好。这个就是抽签，就是抽到最后就剩你们2个了。是的。啊，就表示你们2个要 PK 啦。嘿，你真带来嘛结果？淹满你，淹满你。哦，等一下输的莫淹满你了。啊，没了，哇呢？激动力，按呢？奉天不负苦心人。哦，淹满你，奉天不负苦心人。对，我看认真。哦，好，加油！来，弹个啦。
梦 Q 爱梦田不负苦心人。哎呀，哇，这个版我好喜欢哦。听起来就很年轻哈。对啊。对啊，比较有腥味，新的味道，嘿，不是那个鱼腥味。好啊，你知道我又想去哪里了？你想去哪里？新的味道。哎呀，这个年轻人们懂事会冲啊呢哈，这个比较传统的歌曲。对，那重新编曲之后还适应吗？还可以。还可以啊，对。好，还是一样紧张。对。奇怪，上次老师没有讲过他的问题。可他讲话就不会嘞，啊，一唱歌就少声哈。唔好太快，秒一切加來安排。你真是，那是叶嘉修老师。还是听一下老师的公平啦，好吗？我先卢国立老师。好，先讲。你真这人也蛮也是过，我發現到人家禮拜表現啦，上一拜表現有一些的落差。上音那部分就冇按清亮，前面上堂有略個按呢。普通話講髒的，沒有那麼乾淨。你還有很多嗎？也感冒哈？有哈。然後那個這位老師還特別耳機拿下來問我講，迄個耳機壞聽冇？我講唔咩，我堂都沒迄按的哈。所以你前面上音沒按嘅，因為我印象中人家上音是很清亮的哈。還有前面有點問題就講，人麥克風既然已經很多哈，我們要想辦法把那個缺點。然後給蓋掉。你兩個嗓音雖然已經都個沙啞，但是呢，你的 power 還在。兩個聲音還是鬼怪的出來，所以不是拿很強。你拿太近的，就很清楚的暴露你的缺點。跟別上那種彈音不乾淨的聲音就很清楚了。那你去給他學一點點這個抓麥的技巧，我的聲音在哪個距離最好聽，好，或者是要強的時候尾音長的時候拉一下怎麼樣？這些技巧在你加分上面都會有幫助的，好，還不能跟一下呢，哈，好，來，再來講詩婷妹妹哈，還是老師，我上次講那個問題，你講話完全是 OK 的，沒問題的，我在想，可能是。我氣感也有，我自己這有一種切身之痛，就是說我在念大專的時候，我很喜歡唱歌，我也很喜歡比賽。可是我平常在家裡練習很好，很 OK 哦。一上場因為緊張，聲音就被鎖住了，聲音就出不來了。我絕對相信你是因為緊張，聲音被自己的緊張壓縮掉了。所以我建議你以後你不管在任何舞台比賽，你練聲音之前，你先去練怎麼樣跟緊張共處。如果你克服不了自己緊張的情緒，那麼就跟他和平共處吧。我覺得這是可以練的哦。我還是很緊張，可是我的聲音可以透過我平常的很多的練習，讓它正常的出來。我想你做得到的。你真的是被緊張壓掉你的實力了，有一點可惜。好，先做這個功課，跟緊張和平共處。太緊張。這樣，好了。看本書，好了。眼淚整個本書。你請講出道乜嘢？最講該講。你可以下看係咪出道嘅？我們真的可以去買樂透啦。父母了心啦。唔好講出道。最好嘛。出道對。就快睇啦，冇法度叫我。係啊，冇辦法。眼淚整個分數。謝謝。89分。89分，其實咩冇一個。來看另外一邊，來。林思婷那個分數。87分。真的很緊張，鎖喉的。鎖喉啊，這個哈，你自己要去注意一下，好嗎？好。排泄哦。唔會。以備有機會再過來哦。
好不好？好，继续加油啊！搞不好还有败不复活，不一定，好不好？好，好恭喜你啊！啊，哎恭喜恭喜啊！恭喜两位回座休息。好，也来进行那个传统组的比赛哈。 PK 赛，1对1，同样啦哈。比赛之前，先来介绍评审先生好来，林正义先生、罗英先生、曾明珠先生、吕秋华先生，今天也有奖金挑战赛哦。有哈？有哦，一个小阿妹的。小阿妹啊，同志，安尼来看一下，那位小阿妹来唱歌咧。严家琪给你带来平板。哎呀，名个当松咧。 哎呦，哎呀，又来过样悄悄的可能係嘅。好，來彈看啦啊！又见面了哈，你长高了对不对？然后变瘦了对不对？没有。没有吗？我觉得你变了，没有你现在好像那个有一个怕派有没有？他的老婆那个奥利维，没有吗？没有。刚他给小康老师也是，哎，他给他命的，哎呦，糖都给他命的，严家琪啊。啊，人工给他命的要吧？严家严家琪要吧？你说人家是冤家？青蛙严家，青蛙严家，你看命的温度哎。 青蛙严家是严家就是很会吵架，就爱给人玩 gay， 严家玩 gay 啊你。对，你看我刚刚说，哎，你瘦了，我没有，我哪有？哎呦，跟青蛙严家哦。我问他妈，问妈妈，问妈妈，哦，他妈妈好像哦，哎，像什么啦？跟他就是两个很像啊，很像啊。啊，妈妈说的当然像啊。 哪像你跟孔锵老师都不像哦，好险不像啊，好险不像，要不然又要再浪费一顶假发。妈妈嘿，冤家妈妈，不是冤妈妈。懂我严家系嘛？哎，没有了。没有啦。啊，记咧，你对我卡我懂我好多严家嘛？还好哎。会很会顶嘴吗？会哦。会哦。会哦。係啊，當口對。不過佢食軟唔食硬啦。哦。嗯。安尼啊。你要好好的跟他。哦，他喜歡吃軟糖就對了。跟他講的話，他就 OK。對。啊。他要好好跟他講。係啊。係啊。媽媽，你我想我比學客家歌。因為到以前佢國小3年級的時候。嘎嘎讀到蕭遠嬌老師啦，他是覺得他唱得不錯啊，都給他學，慢慢學到現在。學到現在。都學客家歌、流行歌。那你覺得嘉琪唱的好不好？
还要再加油啦！再加油啦！哎，这声音呢哦，光这小孩子可以愿意学我们客家的传统歌曲哦，真的很棒呢。对。听说你不只会3大调，你还会小调的，对吗？对。那你今天有没有加分题？有。那带来什么歌？8月15。8月15。8月15。一天。我们客家电视台。8月15嘅一年。好嘞。来，直接弹起冲一条8月15，来弹看看好不好？来，老师。非常的好，人美歌甜呐，就像你一样啊。啊，你看佢今日拿得到奖金嘛，好嘛？好啊，那么多唔同人演假哦，唔講藝術哦。來看一下，來。嚴家琪嘅分數。95分。好，恭喜你拿到獎學金3000塊啊！送你一個3000元大紅包。哦，團作嘅上好強用嘅。有機會來參加那傳統組的比賽，好嗎？好。你再練一練，加強一下。哎，老師的部分可以請教這些老師啊，對不對？還是秋霞老師啊，好棒好棒，都是國寶級的人物。哈，你如果你打電話俾你媽誒，一共國寶級嘅啊，哈，就要空喺故宮博物館誒。差唔多嘅，差唔多。好不好啊？這些這個傳統的東西，如果注入你們新的生命，一定會有不同的火花。好吧，加油！期待啊！哎呀，好，3000塊要給媽媽還是給你自己？自己好了啦。給媽媽，好乖啊，孝順的小孩哈。謝謝你哈，下次再來。啊，比賽之前要來介紹下那個比賽規則。嘿，有請到林占義先生。好來。緊張又緊張，今日呢係那個 PK 賽嗬，體育室有個節拍嘅，係個牛師以及做韻腳嘅，一樣板起來啊，像行雲流水一樣嘅，一樣敦促嚇，一輪輪地啊，慢慢地表現出嚟啊，高士地步嚇，所以呢，大家加油啊！加油！好，安尼就結交了進行這個比賽哈。出獎！出到 TV 係咪呢？呀，李祖水酒。哦，歡迎李祖水酒。我在舞台當中哈。要出動了。阿周記呀。你好哈。阿周記，你請講出道嗎你？最強嘅咋？那你來咋？賴清妍係嘛？對。哦。你見面嗰種國父樣嘅，我坐一啲唔好同。誒，周先生誒，沒關係啦。哎呀，佢真係相信他家就請講出道嘅。好，我哋看一下，看係咪出道嘅。賴清妍，來。賴清妍。啊！
哎，我们真的可以去买乐透啦！哎，刚好你看个流行歌曲组也迄案呢，传统组你看，这个墨菲定律真的好好玩哦。我知道吼，也做唔完的我别讲的就本偷偷的。哎呦，我生字做的哦，没关系啦。哦，那赖群演是真的出豆皮啦。行红一类。哎呦，哎，都买送的光拜吧。可以去买乐透哎。是。对，到时候我们一起分。我讲你嘛。无啦啦啊，东江学医啦。哇，两个人变过来，怎么搞？平板，三国志，好，来唐亮美后唐的歌曲来。真的好命运的啊！哎，刚出道，你这真的是出道，好几个人鬼个冲过来，紧张到呢啊！真准啊，周记还好，啊，还可以松板咩那上呢？会吗？
那今天超陡的。我觉得很陡吗？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感觉啊，比较喘一点，对不对？你冲过做遐呢，吼，系啊。啊，你多带用板面唔滴啦，吼，你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哎，有请林在义先生。好来。来，两位今日呢，选起来是在讲，在成果了 PK 赛特别好一曲，啊，但是呢，有点缺点呢，安尼喊你同样哈，CV 评审都同认真的谈，等下老大家老讲一下哈。呀，首先呢，呀水袖哈，这个呢最重要的嘛个，你唱那个韵脚的腔调啊，尤其係戲詩戲言哈，往上唔係往下。梦自流，神来流。所以两个拉溜啊哈，做一达到伊个模音就会降下來，最主要。但是幾首歌嘅唱起來，兩個咬絲留個口型動作，非常嘅好。前言歌，前言歌呢，今日唱嘅哈，兩個我白嘅就係山歌之後，我落遠嘅唱腔。但是呢唱腔呢，最主要嘛個呢，兩個咬絲呢唱嘅攞杯按，嚇按啱。結果兩個水呢冇做冇合起來，係嘛？按啊，這一堂就提逢按量嘅按去四上，結果唔唱嘅係去三上，兩多就同樣，即個山崗按歌，路按床嘅按也同樣。山崗按了。但是幾首歌嘅唱起來韻味韻腳嘅嚇，唔只有做到，但是以後呢，還有路還當場哦，你要注意咬絲方面。好，謝謝。什麼先生？即係要唱到錄音先生。好啊，因為阿周姐嗬，出到了來青年來睇個曲式啦嗬，不下緊張的哦，所以你該上任不該躺起來，沒按曲聽，好，就是那個踏實感不夠。好，所以你唱嘅時節，偏板運動係要主動偏順動和唱嘅曲調。咁講你唱起來呢，你係根本依個上任可能下壓到，又係講真緊下緊張呢。其實緊張嘅些，你個後練啊吼，又會下輕，所以你想係出聲嘅時節，會太力有減為難上。吼，還冇唱出來呢，有處到其他表達都唔啦，就係按樣應該感覺吼。所以你彈起來就會處到，應該基本運動會從上個嘅咧基本的條件，基本嘅條件有。咁個當場冇落去發揮到當好，嗬，呢就係你基本應該處到下大爽嘅會所啦，嗬。喺另外呢，嚟青年睇過當然嗬，咁從嘅咧實力睇家談得多，嗬，所以我處到你係老年嘅比賽當做一隻表演來講，嗬，我處到你喺做得發揮到很下好，比如講嗬，體育嘅風按量。按這隻詞呢，我相信你係有一點重音，吼，韓國呢應該樹木應該是隻大幾都有咧拋物線的感覺，攞佢唱出去，我相信應該三個會很下扭音，吼，我也建議係安樣去，是冇呢？都搶手。有什麼願意啊？哦，來看一下分數，來。李祖水姐嘅分數。老師給我們的指導，謝謝。不錯呀，91分啊。咁高分呢，90米。謝謝。你看點到啊。本來再一個機會。對啊，點到啊，賴清賢先生本來小小嘅，90，嚇，90米啦。哦，佢咬一多分。嚟，看一下呢。算係都得一多分，賴清賢嘅分數。謝謝徐某先生，92分，哦，一分冇問題。冠軍相啊，係啊，加油加油！哎呀，恭喜啊！謝謝，好，徐某。你呢分數當高，但是你今日就讀到幾冇辦法，你兩個命運啊，好嘛？好，命運。看先生有辦法嘅呢，安尼咪敗不復活本尊啊，好嘛？好，係啊，哈，按這些哈，誒，恭喜，好來回座休息。好嘞，恐怖，香。不像也要出到滿意了，還有 CBA 參賽朋友啦。有兩公婆嘅呢。聽啊，聽見講有兩公婆。兩公婆嗰個出到嘅未當次。咁點樣嚟哩？
讲啊，就注意5年赢。来，你好，嘿，你好，给两位都诶，唔系客家人诶，好多人。嘿，好多人，好多人啊嘛。好多人，嘿，好多人有在怕哪一位的吗？怕老公？平常心啊。平常心，唔好讲除了你老公嘛。最好忙啦。最好啊，最好。你咪个厝到个万一夾老公講，哎，我輸呢，冇得夾朋友，我輸呢，我冇去咧，加來啊，哦，這命運冇安尼安排，好冇？對啊。很3位，凊彩厝咩厝到其他2位，對嘛？父母節嘛好啊。有3種啲地方，來看下，哎，真係3種啲地方，來，就3種。好，你自己抽。看一下。你就自己抽。冇厝到人老公哦。個厝到人老公都個。就快睇咯，冇法度叫我。係啊，冇辦法。你自己下。哎，我觉得这太可怕了。哎，主持人好。哇，今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会这样呢？哎，我们等下下班就来去一人买1张。等下下班打烊了啦。明天赶快去買。明天一打做紅一輪。打做紅一輪是夾下你買。紅一輪還就打天花板。539就對。 539哈。哎，你們兩個要不要去買一下？一起來去買。運氣很好啊，你可以抽到老公哎。等下我贏的話，下回來就用走的了。用走的老婆。對啊，老婆不陪你。對了，他不陪我來。哎，說不定是老婆贏啊，對不對？哎呦，對不對？嗯。這樣啦，老婆，你覺得你們兩個誰會贏？還好啦。嗯。看你自己，看你自己。哎，試看看。試看看。試看看你就知道了。老公嗎？不一定哎。不一定啊。你覺得你跟老公誰唱得比較好？各有千秋。各有千秋。各有千秋。好，那你今天想帶來什麼歌跟老公拼的？三個字。三個字，好來。啊，追明哥。平板。平板。來看一下對夫妻哈，好看哦。好看哦。邊啊咧？哎呀，哦，要做命運的安排，來打開，來。看造化。你要幾分？1分就可以了。對啦，1分就可以，不要贏太多。何必了上那金啊？小
好有名气耶，伊拢直接跟他讲波公啊，迄客家城嘞。你现在有常常出去外面表演？常常啊，价码拿得超高的。真的假的？两公婆吼，感情美好。你有讲？老公哦，拼命在冲了，无像我养，无像我养补养哎。哦，别讲，有安尼啊？我感觉给补养感觉想让一下。养老公安尼。哦。上舞台就是要表演，不能让。哦，所以你觉得美英姐今天唱的怎么样？也不错啊，很好啊，又好。你干嘛走音呢？也不错哦。这个就是女人伟大的地方。对。永远把老公当作天。就像我一样。是哈。对。对呀。永远以老公为主。妹妹，我的天啊！虽然是雅萍姐，她是于大哥。我的天！咻！两位都在创作样板，谈看那是曾民主先生。苏先生讲美言姐啊，美言小姐呢，真用心的唱，但是佢是係因為愛出拳嘛，好咯嘅樣嘅，愛落嘅客家話，愛來那轉到私煙來嘅時間，其實會可能要因為大菜會錄狀，佢大菜會錄狀，所以佢想愛學咧私煙會更加嘅愛加強困難，莫來等多2-3工，唔係等多，叫佢唱到2聲，應該4聲嘅，唱出來2-3工，要強調等多3工，要話等多，強調係等多3工，銀水錢，佢唱到銀水錢，會6強才走出來咧。山歌無言堂，你每人又做到真好，上又真強，但是咬字方面呢，還要加強。今日準備講呢，唱到唱完呢，
上乐的方式都个唱安样人哈，润做到真正真好。啊，只有呢技术师啦，咁样啦，老人哦，唔系老人，哦，老人糖转甜福酥，哦，迄福唔系福，爱咬下唇，福安样人咬呢让为脏啦，吼，再来后生唔系后生，吼后生，哎呀后生糖转。太川前没听着，太川前没太转。要上着糖那转，太川着前啊。所以呢，是技术师诶，但是人呐泡个润做得非常的安详，好，所以其他慢慢的再过来修正。所以吃到肉讲较好呀，补养较好。我相信观众睇一間吼，一湯飯的是點啊人較好，吼，唔好愛來做壞人啦。唔講嘅按到韓國唔好做壞人。謝謝。啊，你睇下手下先生講。要做壞人，手下先生。手下先生，親威做壞人。特別壞人先係做，做了親好。啊，咪演講老實話嗬，你一生一一樣啦嗬。啊，就咪一創以後是個民族先生講吉他師、樂師特別注意嗬。還有聽一句莫來成係咁講嘅學嘅多少點點嘅冇講動物，嗬。你一條題的話，這個地方人家在說出來，你是個冇講動物，可能佢哋上咗建築哦，差唔多啲啊，出到去亞路講嘅誒差，咁樣乜嘢？係兩三講嗬，係咯，超過三個個音。佢就多少力上嚇，所以你係要加油嗬。啊，相信你下回會進步很多，因為你好多年，哦，所以唔講下回會進步嚇。所以啲你啲專門先生講唱歌唔強朗，唔強朗緊張，你冇你啊笑容，因為你想你啊人嘅人呀，本樣你做你樣咪去交代，係嘛？你生意當啲嚇，生意當啲唔講你勇氣唔錯，所以你一下唱歌是將幾數嘅氣流嘅用氣，所以你到後背個腦連連，睇見腦連連時，你做每潤最每一隻潤，你是感覺舒潤，所以後背就唔難，嚇，慢慢轉一點，下回會更加好。啊，轉去係馬啥人，唔好想答，唔好講嚴格期嘅嚴格哦，我記得啦。我要順你一條嗱，好嘅。好，加油！已經轉嚟。謝謝老師。好，都帶 logo 乜人？不用乜人咧？哎，你們要不要一起抱着看分數？手牽手，好不好？手牽着手看分數。啊，手牽着手啦，好。好嘞。啊，先來看一下。名嘅分數。你說還好你89分已經算很高了。他說還好你89。那你想你要幾分？90。啊，贏1分就可以了。對啦，1分就不要贏太多。來，昌尊明嘅分數。謝謝老師，謝謝。還握着哈，我還以為贏他。哎呦！啊，老婆，那你以後還會陪他來嗎？會哈。會來啦。謝謝老婆，謝謝。我會當他的司機。哦。開車哦。你看，永遠老公都是我的天。對呀，繼續加油哦。好，加油加油。啊，老婆也是再繼續加油練一下，好唔好？練一下開車技術。哦，好，都恭喜啦哈！梅姐，謝謝你來，手牽手一起走下去啊！你會不好意思？會不會老婆開車開一開，然後就越想越氣，你就下車，會不會？那就剛好是光啟社樓下就好。喂，好啦，而家都出2-3人嚟啦，係咪？對，他慢你先唱，慢你先唱嚟，客家陳雷，哎呦，陳建奇，對舞台上啊，另外一邊就數一下，聽下數一下來。哎，冇搶咩呢？這不是沒有可能。總父妹。好，來，同樣歡迎來到舞台當中。我們剛剛講好說，粉妹姐，我
我们2个一起对那个，然后给他们2公婆，哎，就一哦，语成真。假的，哦，你刚刚坐在下面也这样子想哦？对呀。你都有讲啊，按顺啊，按顺呢。而且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好奇特啊！哎，这个我有拜拜。我怎么想都是，我也有拜啊。你买乐透，大家都有拜啊。买乐透。买乐透啊？对，总之要分开办哦。啊，亲后面就存到唔量唔会互相涨啊咧，比如卖迄羊的吧呢。嘿呀。啊，冇上关啦。青菜的，青菜。青菜，看难开啊。随缘呐，随缘呐。明星高级的看啥嘛？青菜。对啦。好啦，跟佢睇講，出乜嘅講？那今日帶來平板。平板。好咯，你帶來平板來，嚟。潘偉志。裝肉山歌。好嘞，唐用美後堂嘅歌曲哦。上台了唱那歌啊，莫按了改那，破壁了上那经啊，口修了才那。
哦，还有两味都还没冲哦。还有一个是喜感派的，对，一个是传统派的。已经出去哦，我跟你讲，牛哥，移动吃下跟他嘎波公啊，还客家城嘞，所以他在客家界那个所有的那种表演活动啊，他小有名气耶。你现在有常常出去外面表演了？常常啊，价码拿得超高的。真的假的？哇！一个月有几场活动？没了，那是老师的那个场子啊。老师的场子，按你去表演。大概一个月有这样几场？没有，你要2、3场而已啦。没有，你常常 PO 2天就 PO 一个。真的哦，生意很好啊！哇，赚大钱，赚大钱！对啊，都要打发票了。没，还打发票，劳务报酬单。对，父母节有接出去那么表演吗？歌谣班的有啦。歌谣班。當然都有表演的。哦，那天天歌谣班出去表演啊？歌谣班有上次客家文化園區啊，有上次開大會啊，表演。還是講獨唱啊，還是講大合唱？獨唱也有，獨唱哦。有錢嗎？有錢嗎？給封包，給錢就是給班上了，做班費。哦，做班費啊，很好哎。大丟西啊，他帶出去辦那個自強活動，哎呀，可以補助。對。哦，那麼一歡喜，很棒。啊，唱歌真的很看，很好。來，你彈一下欣賞的貢品。羅茵茵老師。好，首先哈，來講咧春台歌哈，我了解從嘅咧平板，公司在我去到日擺有啲個進步，好就係不過呢個咧韻味啊哈，因為呢個客家話唔係講到安長，所以呢個韻味可能就會為呢個咧發音要加到分，好，所以公司在呢兩位哈，安樣先比各有千秋啦，哈，就係講春台歌呢個咧平板從的當有個媒體。唔過，因為你係比賽，係講你係表演，我做得講你係就當精彩嘅表演，當好看。因為不管你係推風啊，嗬，香港你係動作，香港你係笑容，嗬，本人看到當輕鬆，你就係重新個嘅進訓，嗬，所以要啦，你係三個嘅進訓衝出來，咁個對上呢個父母姐，嗬，佢本來客家話就講到客長，嗬，所以你一點就會學識開，嗬，香港呢，我知道你嘅客家話，還有動態嘅進步空間，就係講。呢啲故事當中最每一句嗬，係愛頭腦變口才，頭腦嘅頭，一般人當難念，嗬，唔係客家話嘅人嗬，都會念到頭，嗬，你睇頭腦嘅頭發到當長，所以呢，其他嘅事應該係做得講到很下好，比如講嘅第二句嗬，靠小菜，靠，呢就是你就冇按章。何必了上那金啊，靠少了財那。呢個咧平板，因為你可能喺啲學習當中，所以你雖然韻味要表現出來，咁講嘅節奏係當中規中矩。嗬，應該叫香港應該書全部反映到應該歌詞當歌，你講樣板打，你同種樣板做，你歌從樣板唱，嗬，你係你會加強嘅位數，樣板很下自然，嗬，喺另外呢，父母姐嗬，你嘅聲音係大家本來就啲，嗬，下啞掉，咁個重新歌就係安樣先啦，嗬，當現實嘅問題就係呢，你係要開在。應該上當天，喺上到呢就按定印下，嚇，你就想講啊，你要趕緊上，或就係你用板唱啊，你用板彈，用板輕鬆，用板好彈。咁個呢，你就按樣應該上任呢，其實就係應該特色，你咪做得落去表現到當好。係講我聽到係下啞嘅上任，咁講唱到韻味，當聲音，我咪會知道哦，你係三個冇強用，嚇。所以呢，我咪要看到你一擺啲嘅進步，嚇，就係你要。劇風以自家上任嘅咧係實開嘅位數嗬，咁講呢，你基本你從你羅山歌有一點你要注意，係把你唱嘅是隻強用，羅山歌佢係詞有旁，所以你唱嘅是你自家戲不足，你就係唱下腳調，冇你數每人嘅聲，你特己嘅每人數到都冇按講，嗬，香港你玩戲愛玩到不疾不徐，嗬，上家唔得。半家草那，
我慢慢玩，我頭先洗澡時衝動驚。你睇起來會覺得當奇怪冇？唔會啊，好，唔過你就衝動慢，上家唔得，半家錯那就冇上嚟。上家唔得。也就係你愛修正嘅問題，哪位驚，哪位慢愛調整，按樣現長輩本人看到你嘅缺點，好，本人作參考，是冇呢？是冇先生，先生，我非常嘅詳細啊，哦，係啊，你就看本書咯。好了，陳建傑嘅分數。90分，哎呦，90分其實咩？伊難講哦，坤，嚇，因為父母姊妹當會創啊，前面嘛創了當好啦，來看一下，好嘛？哎，總分每一個分數。呀！啊！90分，用咪騙我啦！哇，也都上路緊了。糟糕了！哎，在這個情形的時候哈，啊，我們就要搶安尼評審欣賞啊。上路緊了，開飛哦！係啊，多帶迄兩位留下來，也本來位留下來，哦，要搶欣賞來開來討論一下。經過激烈嘅比賽以後，2、3人都衝到平數，在評審欣賞開會討論以後，到底乜人會順利留下來，乜人又會本人淘汰咧？呢兩位哈係同分哈，親難得咧就講兩殺組誒伯仲之間，不過兩咧啊親難去考慮哈，但大家討論結果咧哈，因為咧分妹啊哈。就是你在參加下，你話落山歌雖然講很難唱，但是也個戲各方面嚟講，做合唔拉唔足咧，在玩戲嘅方面咧就缺點較大，嚇你喺方面咧嚇。啊個咧阿堅記咧，在人個唱雖然講你好多年嚇，但是堅比唱在整體上嘅個經驗上和舞台表現，韓國人嘅儀表嗰啲就嚇各方面嚟講，也非常嘅要加分啦，要加分。所以咧，我哋就貼起咧嚟強調嘅即個嚟建議陳建傑嚟留下啦。恭喜啊！啊，父母子，謝謝大姐陳亮。係啊，父母子，一對先生咁樣當然做決定啊，係啊，所以睇佢就講一下是啲啊，拍攝啊，安排喊200隻過來，反正拿好唱歌咩，唔要直接來比賽，對一隻舞台要按說事嘅，嗬，講2隻過來拼啊咧，好嘛？嚇，按住先嚇，哦，是的，啊，要恭喜你哈，謝謝，恭喜，好來回座休息，啊，新聞台長。啊，今日的節目已經到已經到一個尾端啦，哈！係首先好唱嘅朋友很多，請入嚟夾來報名。報名專線0919383988，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係，等一下到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咁要多謝辛苦嘅評審欣賞，安子謝謝。是夢想。謝謝。好，同時大家唔記得咯，下禮拜工作時間嘅時間係鬧熱大擂台，鬧熱中下來，再見，拜拜。能够对你相处却表里不一，是因为繁星犯了错。阳光忽装糊涂，其实很在意，是因为练习还不够。不爱自己揣摩的表情，再用心也逃不过的
有时无虑，亲爱的天主，让我为你演戏。你要多深情，我就有多华丽，华丽，亲爱的天主，让我为你演戏。你要多深情，我就有多。